其实牛爷爷是有希望在游戏里超越图图的。最近有很多哥们说，布朗这么高评分，防守一般，进攻也一般，评分一加起来不是纯纯陈列室玩具吗？这话暂时说的确实没啥毛病。布朗目前的速度和外防属性不足以支撑他成为球队的锋线大闸，控球和徽章又不足以支撑他成为进攻核心。一个副攻副锁现在确实有点溢价了，但是乔丹风格是布朗翻盘的基础。图图的职业风格在23内核注定是要被牛爷爷压一头的。布朗的特殊上也非常不错，和回拉横拉结合会有很强的迷惑性。他的扣篮包也很棒，不容易被拉下来。和图图的模型差距在防守端是劣势，但是在进攻端，在新引擎1.98米算完美身高。不过说1000道10000，关键还是要看布朗会获得怎样的加强。连续获得东决 MVP 和 FMVP 的牛爷爷，如果能够大概复制一份图图的属性徽章，那我觉得游戏的牛爷爷也会超越图图。